来乡亲这两天因为风台外围环流，甲这个东北季风产生着强盘的效应，真侪地头拢来透大风。继续来看澎湖的马经，早起7点外是来透10级的强阵风，这已经是轻度风台的顶级了。这个大风甲电火条吹甲断做2截，其实是连人带车来刹车。民众讲，迄个风是大甲徛袂牢。另外，屏东恒春半岛的风嘛真透，昨下晡是吹到12级的强阵风，讲内部迄个大草原都袂输是草坡浪。风受到头，路边的树啊是海甲真大个，连正用的电火条嘛拗转去。桥倒别人经过路口海来海去，拢唔敢搁徛，只好停落来。另外一边已经有桥倒别人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有安怎无？袂啦，风受头徛袂稳啊咧。嘿啦，搁徛小啊，伊就吹落啊。坐客人车的人客，敢若开一个车门都爱真正力，雨伞被吹害了了。因为潭比风台外围环流，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，澎湖的马经今日透早7点外有10级的阵风，真个乡亲讲袂输风台天，出门拢爱特别小心，就惊个互物件卡到。刚好看到有人摔倒，去扶他起来而已。他这边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？这边的阵风都很大。啊，风龙就头啊呢。唔知啊，徛过人飞，好笑，真正会徛的。啊，车安怎无？无啊。昨下晡，屏东的埔顶风嘛真透，规大片的草坡吹甲袂输海鹰同款，唔捌停过。现场的乡亲讲，风真正有够透。南方有热带扰动，搭配北方的这种很强劲的东北季风，这2个加成才会去产生这么强的风力。原来，当年的10月开始，恒春半岛的地区受到惯性东北季风的落山风的影响，拢会吹7级的阵风，威力相当是轻度的风台。这摆加上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风搁较透，才会出现12级的瞬间阵风。乡亲若出门，真正都要提高警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